省点体力。这么早回来？来吧，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。西城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怎么在我房间啊？哦，我房间的水龙头坏了，我打电话给我表妹，是我表妹让我来的。干什么呀？苏月心，你放手！滚出去！你简直是个疯子！滚！顾西城，顾西城，你个王八蛋，你给我滚死！你敢想对我！看来我已经打草惊蛇了，我得想想其他办法。贺锦熙，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我今天忙了一天，先洗澡准备睡觉去了。你站住！你让我早点回来，你自己到现在才回来，你什么意思？刚才你那个表姐到我们的房间来洗澡，她说是你让她来的，这是我们的房间，是我们的空间，你怎么能让别人进来洗澡呢？她刚才进来洗澡了，那你们两个人有没有？你当我是谁啊？要不是她是你表姐，我绝对饶不了她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下一次，不对，没有下一次了。我以后再也不会让他来我们房间了。你就是这么认错的？对不起，全都是我的错，都怪我，全是我不好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，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。用力爱过的人不敢计较。那，你想要我怎么做？你说呢？是否要逼人起了家，亮出一条伤疤，不堪的恩怨在哪？可是感情会挣扎，你就不想表示一下吗？别的办法，他劝你不如退下。如果分手太复杂，流浪的歌手会放下吉他。
故事要美，必须藏着真话。我们的爱情。奶奶，哎，吃水果。哎呦，还是锦溪懂事儿啊！不像你，长这么大还没有给奶奶削个苹果呢。奶奶，我们俩是夫妻，他做了就等于我做了。调皮。奶奶，今天没去打牌啊？哎呦，没有，我那个老姐妹啊，家里有事儿。怎么样，在这住的还习惯吧？习惯，在这儿有奶奶这么照顾，我怎么可能不习惯嘛？啊，对了，表妹，你不是喜欢看歌剧吗？我今天买了图兰朵的票，我们一起去啊。好啊，妹夫，我一共买了3张，你也一起去吧。不去了，我没兴趣，你们去吧。没兴趣啊？我排了好长时间的队才买到票，不去太可惜了。西城，不如一起去吧。那个，你还没有陪我去看过歌剧呢。去吧去吧，你们年轻人啊，就应该多出去走走，别老是待在家里，看场歌剧多好啊！一起去吧。你看，表姐来了我们家这么多天，我还没陪她出去过呢，对不对？她今天这么热情的邀请我们，给个面子好不好？求求你了。哎，你干嘛呀？不是说要看歌剧吗？赶紧换衣服。你们在门口等我，我去停车。一会儿他来了，你就跟他说你不舒服，要先回去休息。不等进去之后再说吗？再这说的话，他会怀疑的吧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从头到尾我都没有准备你的票，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知道了。走吧。西城，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太舒服，你跟表姐先去看吧，我先回家休息。不舒服啊？我带你去医院，走。不用不用，可能就是累着了吧，没什么大事儿。你看表姐好不容易买到的票，不看太可惜了。你们两个去看吧，我先回家休息就好了，我在家等你。那怎么能行呢？不舒服就得去医院，不能硬撑。走。哎，妹夫，你看我们来都来了，而且马上就开始了，如果不去太可惜了。如果表姐喜欢看，那你就自己去看吧。我带她去医院，走。我没那么严重。西城，我们不用去医院，直接回家吧。你不是身体不舒服吗？我刚才就是突然之间觉得有点不太舒服，可是现在我觉得我好多了，回家再休息一会儿应该就更好。你确定好了？你真的没事，你不用担心。那就好。可是我们把表姐一个人扔在那儿，是不是特别不好？你还管她呀？她不是喜欢看吗？让她自己一个人看去。哎，我说你怎么有这样的表姐啊？听说你不舒服，一点也不关心你，还要看那个什么破歌剧。我表姐她这个人性格就这样，没有别的意思，你不要在意啊。她这样的性格我可不喜欢。那顾少爷，请问您喜欢什么样子的？你这样的。
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剩不多也不少，还能忘掉。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。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，不够我们拥抱，就挽回不了。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。不是说顾西城是个花花公子吗？怎么这么难搞？这样下去可不行。以他对苏元姬的重视程度来看，光靠我勾引是不行的。我得让苏元姬在他面前破坏自己的形象，让他讨厌苏元姬，这样他才能看到我的好。嘛呢？来了也不打球，思考人生呢？我在想锦溪的那个表姐。哟，什么意思？看上人家了？你说同是姐妹，怎么差距这么大？哎，这话什么意思呀？我听不明白了。怎么着？他看上你了？别提了，他趁锦溪不在，跑到我房间去洗澡，还想勾引我。Oh my god！ 要不是看在锦溪的面子上，我早把他赶走了。我的天哪，太劲爆了！那么一个大美女在你面前，你竟然坐怀不乱，佩服佩服！你见过呀？没有，没见过。你说她是美女，我顾西城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？那又能怎样？我现在巴不得她早点搬走。苏妍希，我一个人对付顾西城不行，你得帮我。我不是一直都在帮你吗？你在顾家人面前表现得太好了，他们根本看不见我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要破坏自己的形象，让他们都讨厌你。那我破坏自己的形象，不是也在破坏你的形象吗？哼，你还知道你在冒充我？那我让你干什么你就要干什么呀？我看你是不想见你妈妈。露露，少夫人，你是怎么做事的？少夫人，你这是在拖地还是在画画啊？能不能做好？能做就做，不能做就走。少夫人，我又没有做错什么，你为什么这么说我？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做错了？要不要把少夫人的位置让给你，你来支持我做事儿？少夫人，你这么说话太欺负人了。觉得自己受委屈了是不是？不满意啊？赶快找老夫人告状去吧，我才不怕。何锦溪，奶奶，你要注意自己的形象。是露露她不会做事情，我教育她几句啊。露露再不对，你也不能有这种态度跟她说话呀。你身为顾家的少夫人，露露做错了，那不是还有方叔呢吗？你看看你刚才的样子，跟那些市井里的泼妇，你有什么区别呀？奶奶，你别生气，你表妹小不懂事儿，下次不会这样了。啊，我听说附近开了一家首饰店，东西特别好。奶奶，你陪我去挑挑呗。是吗？行啊，那我陪你过去看看。那好，走吧。不嫌弃我这个老太太，目光落伍就行。露露，刚才这事儿
还不睡啊？还不困。你是不是这2天心情不好？我没有啊。哦，我听奶奶说，你今天跟露露吵了一架。那是因为露露今天地板没有拖干净。那肯定是特别不干净。这帮人呢，就是因为跟我和奶奶太熟了，所以有时候会偷懒。你今天骂得好，这样他下次就不会偷懒了。不过呢，你是顾家的少夫人，跟下人吵架，确实有失身份。下次有什么事儿啊，让方叔去教训他们，免得气坏了身子。你说对吧？你就没有觉得我今天不应该发脾气吗？没有啊，既然你发脾气，就说明他们做的很不对。我看你这2天心情有些不好，能不能跟我说说？我没有啊。行，等你想说的时候，你再告诉我。我先休息了。晚安。晚安。愿我的幸福成为你的骄傲，因为你的好别人给不了。锦溪，来，坐下吃饭。哦，奶奶，您吃三明治啊？锦溪，你今天怎么没给大家做五谷养生粥啊？想吃粥自己做去，干嘛使唤我呀？我想做就做，不想做就不做。没人惹到你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啊，是不是没睡好啊？我睡得可好了，就是看不惯你那副大少爷的嘴脸。我是你老婆，没说我当兼职佣人吧？贺锦溪，怎么回事？好好说话。凭什么你想吃我就得给你做呀？别说我今天不做了，从今天以后我全都不做了。行，不做就不做，也没人逼着你做。你怎么说话了？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？谁无理取闹了？你把我当佣人用，我还不能生气了是不是？够了！因为我昨天批评了你，你对我不满了是吧？顾家的老夫人，您说什么都对。你还顶嘴？奶奶，您别生气，是我说话有问题，惹到他了，跟您没关系。来，吃饭吃饭啊！顾西城，别给我在这装好人啊！是我的错就是我的错。奶奶，奶奶对不起。贺锦溪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想吵架是不是？我吃饱了。奶奶，锦溪她年纪小不懂事儿，你千万别生气，我代她向你道歉。有你什么事儿？看样子他们小夫妻俩是吵架了，没事儿，过会儿我去劝劝就好了。唉，你们年轻人的事啊，我是管不了了。你是不是当我是傻子呀？这样的企划案也拿过来唬我？你要是不行，提早换人。嘛呢？啊，发那么大脾气，
至于吗？你说，我大学时候做的企划案都比这个好。不就是个企划案吗？有必要发这么大的火吗？不至于吧？是不是最近家庭生活不和谐啊？行了，别扯了，我叫你来啊，是有件事问你。你对这个女人啊，比我了解。你说，女人要是无缘无故的大发脾气，那是为什么？哎，女人无缘无故的发脾气，不是大姨妈来了，就是大姨妈在来的路上。这个时候你要表现出对她的关心、关照、关怀 ，take care。怎么关心呢？买东西呀，宝贝儿。买什么东西啊？包啊，包。包治百病。可是她不喜欢这些东西啊。Oh my god， 兄弟，我真的帮不了你了，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，自求多福吧。等于没说。周家太太约我去喝下午茶，你告诉锦溪，让她收拾一下，一会儿跟我一块儿去。是。苏小姐，方叔，奶奶，哎，奶奶啊，这是我亲自做的一些小点心，哦，你尝一尝，给我提点意见呗。好，我来尝尝苏小姐的手艺。哎呀，怎么样？真好吃，比外面卖的味道都好吃。谢谢奶奶夸奖。对了，奶奶，我一直做到现在都没有正式向您道谢呢。嗨呀，你是锦溪的表姐，那谢什么呀？那我这么大一个人在这儿住了这么久，那肯定是麻烦到你们了。不麻烦。奶奶，我那天逛街，亲自给您挑了一份小礼物，希望你能收下。那怎么行啊？我这做长辈的哪能收你的东西啊？奶奶，我知道你们什么都不缺，但这是做晚辈的一点小心意，你要不收下我会难过的。好，那就谢谢你了。老夫人，少夫人出去了。出去了？他怎么也不打个招呼？算了吧。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可以帮忙的。嗨，不是什么大事儿。我一个老姐妹啊，约我去喝下午茶，本来想让锦溪呢跟我一块儿去的。哎，苏小姐啊，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？那我确实是大闲人一个，但是奶奶，我要去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不就喝个下午茶吗？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，陪我一块儿去吧。那好啊，奶奶，你就带我出去长长见识吧。好。怎么能让顾西城讨厌我呢？他那么好，我真的不忍心让他失望难过。可是我要是不按照贺锦溪说的做，就再也看不见妈妈了。这就是我的那些老姐妹。托你口福，你呀有福气。顾老太太来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来，我来迟了，来，坐。哎呀，顾老夫人，你可没来迟。今天呢，是我们提前来了。你要来，这不，你看看，我们都提前来报到了。奶奶，您喝茶。哎，好。哟，这小姑娘长得这么漂亮啊！老夫人一定是您的孙媳妇儿吧？啊！哎呀，早就听说我们的顾老夫人找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儿媳妇儿，一直没见过面。今天这一见面，真的是漂亮又大方呀，是吧？有福气呀！哎呀，你们都误会了，她不是我的孙媳妇儿，
她是我孙媳妇的表姐，刚从国外回来的。我的孙媳妇呢，今天出去有事儿了。我呢，怕把她一个人扔在屋里无聊，我就把她给带出来了。是，你们不见怪吧？这是哪儿话呀？表小姐长得这么漂亮，老夫人啊，那您的孙媳妇儿啊，一定差不到哪里去。哎，等您孙媳妇儿有空啊，带回来给我们看看啊！我们大家可都准备见面礼了呢。哎呀，见面礼就不用了，等有机会呀，我把她带过来给你们看看啊！一定的啊！来，喝水。喜欢吗？天哪！你疯了吗？你怎么了？你把家里床上弄成这样，我们怎么睡觉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玩游戏玩的太投入了，特别不好意思。只要你给我10秒钟，我马上还你一个干净整洁的床。等我一下，快来，快点。怎么样？干不干净？好了，快来，一起玩游戏吧。太过分了，你太过分了！我怎么了？露露，哎，你干嘛去？是有点过分了。好啦，你也忙了一天了，够累的了。来，坐下来，陪我说说话。奶奶，我一点都不累。奶奶，你都不知道，跟着你出去可以长好多见识。以后你就多带我出去好不好？行啊，只要你啊不嫌我们这些老太太无聊就行。怎么会呢？奶奶，那我们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好，行。奶奶，你也累了一天了，要不我送你回去休息？好。来，慢一点。王叔，少夫人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无论我做什么事情，她都挑我毛病。就刚才少爷回来，他让我去少爷的房间打扫卫生，我一进去，那个房间可脏了，我都不知道少夫人她是怎么把这个房间弄得这么乱的。露露，你到顾家的时间呢也不短了啊，一直干的也不错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少夫人对你，要求的严格了一些，但作为你来说，就更应该做好。可是，她也不能对我那样的态度啊。她是主人，不管主人说什么，你都要努力去做。露露，别让我太为难。哦，知道啦。回来啦？怎么样？现在干净了没有啊？这还差不多。啊，什么味道？好臭啊！哪有味道？啊？停！不要再往前走，就是你身上的味道。我？没错。没有味道？怎么可能呢？这个味道就是从你身上来的，臭死了，一身都是汗味。你赶快洗澡，快点！贺锦熙，你别太过分。多洗几遍，听见没有？哎，方叔，我觉得少夫人好像变了一个人样子。你说她以前多和善啊！是啊，我也觉得奇怪呀，少夫人怎么突然就变了呢？这些状况好像是少夫人的表姐到顾家以后才出现的呀。苏小姐，苏小姐人挺好的呀，她和少夫人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呀，主人家的事儿我
我们就不必插手了啊。我会跟老夫人说，让她劝劝少夫人。你呢，做好自己就是啊。方叔啊，如果少夫人脾气要一直这么坏的话，我可就真的不干了啊。苏小姐还在忙啊？对呀，我刚打扫完少爷的房间，现在把这个收拾一下。啊，你们真的很辛苦啊！以前不是这样子的，也不知道是怎么了。都怪我表妹露露，你们多包容包容她好不好？那也不是啊，她是少夫人，我只是一个佣人，这些事情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哎，苏小姐，少夫人好像最近心情不大好，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？其实我表妹她脾气一向不太好，之前可能是因为刚刚到这儿的缘故吧。哎，好了，不说这个了，回头我劝劝她。谢谢苏小姐啊。哦，对了，我好像听她说，她嫌你们工作不太认真，要扣你们薪水。我提醒你一下啊。啊？她要扣我们薪水？行。贺锦熙，该睡觉了。我早已再玩一会儿就睡了啊。怎么回事？贺锦熙啊！别吵！贺锦熙！哎，你在这。你别太过分了。顾西城，就你喊的，我游戏都已经死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你太过分了吧！玩个游戏你至于这么凶吗？要你们呀！睡觉。过分，玩个游戏都不愿意。吃薯片喽！贺锦熙，贺锦熙，贺锦熙，自己睡吧。露露，我也只是提醒一下啊，没事的。那不早了，我先去休息了，你也早点休息。少夫人她要扣我们的薪水，不行，我得把这个消息告诉其他人。昨天晚上贺锦熙真的把西城给赶出去了？是，露露看见的，说少爷很生气，昨天睡在客房了。这个贺锦熙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你把他叫过来，我要问问他到底想干什么。啊，是，老夫人，还有一件事，也是露露说的，说是少夫人怪他们几个下人卫生没搞干净，好像要扣他们的薪水。我还没死呢，这个家还轮不到他来做主。啊，是。妍希，你最近表现真的很好，你要加油哦。这样下去，
用不了多久，我的愿望就会实现。怎么了？你不愿意离开顾家？巴不得你今就放我走。那最好了。只有顾家人讨厌你，我才能顺顺利利回到顾家。好了，既然出来了，别坐着，陪我出去逛逛街。顾少今天闲情雅致啊，知道约我们哥几个出来玩玩。人家是心情不好，出来散散心。我们是作陪 ，you know。顾少还有心情不好的时候。家事，家事。既然是家事，那就是床头吵架床尾和了。你们说，这女人真是说变就变，怎么这么难搞啊？而且越来越过分。顾少，事出常态必有妖啊！要是这种情况，你就要先想想自己有没有什么问题，你是不是做错什么，有没有惹到他？如果都不是，那你就要看他身边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人了。你说的还真有道理，这个贺锦熙的变化，就是从他表姐来了之后，会不会跟他表姐有关系？对呀，他那表姐不是对你动过真心思吗？说不定这个事情就跟这件事有关。这个事还不错吧，有点小，有没有比它再大点的？有的，您稍等。这个我喜欢，就它了。你把这个还有这个都给我包起来，你去买单。这边请。你怎么又买了这么多东西？已经买了这么多了，还要买？我用的是你的钱吗？你可别忘了，顾西辰的钱是给贺锦熙的。别在这站着了，赶紧去买单。这个贺锦熙太不像话了，平时不见得花钱，一下子就刷了上百万。老方，他都买了什么了？啊，听银行张经理说，少夫人应该是买了一些奢侈品，所以刷了这么多钱。他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少夫人，怎么了，露露？少夫人，我有事情要请教你。有什么事说吧。你说我们平时伺候好好的，你为什么要扣我们工资啊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扣你们工资啊？哎，不是那天你亲口对我说的吗？我还劝你不要这么做，你就是不愿意。对，是我说的。你们工作做得不好，当然要扣工资了。我们哪里工作做得不好？如果说你硬是要无缘无故扣我们的工资的话，那我们集体就罢工，就是啊，对不对？就不干了。能干就干，如果觉得不服的话，全给我收拾包袱走。少夫人，哎，露露，哎，你们先过来，姐，听我把话说完好吗？这件事情是我表妹做的不对，我代她向你们道歉。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她扣你们工资的。苏小姐，你说话算不算数啊？你们放心，如果她一定要扣你们工资，那这个钱我自己补上。真的？这还有，我给大家买了一些小礼物，人人有份，一会儿到房间拿，好不好？谢谢苏小姐。谢谢你。哎，苏小姐。对，这样就好，还是苏小姐人比较好，还是苏小姐人。你看看吧，他越来越过分，不但克扣人家的工资，还乱花钱，买了那么多的东西。我们顾家不差这点钱，可你也不能这么乱花呀。
我好心送你礼物，你不要还给我甩脸色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在用钱砸，你知道吗？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以前所有的女人都让我给她们买包买礼物，你们女人不就这点爱好吗？那是他们，不是我。奶奶，您别生气，这件事儿先这么算了，您也别找锦溪，我会找她聊聊的。他都变成这样了，你还护着他呀？不是这个意思，以我对她的了解，我相信她不是这样的人，这里面一定有隐情。好，好，好，你相信他，那咱们走着瞧。这才是我的生活，才是我应该过的生活。快了，快了！现在全家上上下下都开始讨厌苏妍希，就算你顾西城喜欢又怎么样？大家都讨厌他，慢慢的你也会讨厌他。到时候老太太站出来再替我说两句话，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留在顾家，做堂堂正正的顾家少奶奶。哎呀，最近少夫人怎么总是对我们这么刻薄，还老骂我们呢？就是啊，以前不这样，最近怎么老这样？哎，还是她的小姐姐好。嘘，别说了，赶紧。真没想到，事情都摆在他面前了，西城还在为他说话。哎呀，老夫人，少爷应该比我们了解少夫人吧？那既然他这么说了，就应该有他道理，对吧？再说了，这少夫人以前也不是这种人的。是啊，那就说明他以前呢是装出来的。看看他现在抓住西城了，他就原形毕露了。哎，我还是觉得少夫人不是那种人。你说这要变，她也变得太快了吧？那你的意思是在观察他一段时间啊？看看景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出了什么问题了？哎，您就该冷静冷静，这件事啊没那么简单。哼，如果贺锦熙他的真实面目真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不管西城怎么喜欢他，我都会让他们俩离婚的。拨弄她的头发，思念刻在墙和瓦。锦溪，咱们俩聊聊吧。好啊。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不妨跟我说一下。没有。真的没有吗？我可是听到很多人说你最近很不正常。真的没有，我本来就是这样。锦溪，咱俩是夫妻，你要是遇到什么事儿，有什么困难，你一定要跟我说，我会帮你解决的。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，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。顾西城，我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，以前都是我装出来的，现在才是我本来的样子。你能接受最好，接受不了离婚吧。贺锦熙，疯了吧？你是不是吃错药了？没事说什么离婚啊？你就当我吃错药好了，反正我就是这样的人，随你怎么想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再也不会费心去讨好你和老夫人了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故事要美，必须藏着真话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再不争也不吵，不必再煎熬。你可以不用记得我的好。
我们的流浪到这儿刚刚好，趁我们还没到天涯海角。我也不是非要去那座城堡。顾西城，你早晚是我的。就没人看到，你别太在意我身上的记号。陆总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习惯了。这两天也不知道顾总是怎么了，虽然说他以前脾气也挺臭的，可这两天尤其的大，都已经无缘无故骂了我半天了。怪我，是我的企划案做得不够好。谁说的呀？哎，全公司谁不知道？公司上下的事务全部都是你打理的，如果你再做的不好的话，那就没有好的了。看，就是顾总挑刺。好了，别说了，万一让他听见，你可就麻烦了。我回去再看看，有没有值得改进的地方。啊，你也小心点，别招他。苏小姐，顾总爱吃什么？他爱吃米其林餐厅里面的牛排。贺小姐，我们今天来教你做这个菜。我花钱到这儿来不是学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的，我要学你最拿手的菜——融雪牛排。贺小姐，你想做菜做得好，一定要真正投入到每一道菜，相信你会从中得到很多的乐趣。大厨，我想你可能不太明白，我家里有佣人，这些可以交给佣人做，我只要学怎么做牛排就可以了。可是你好多基础都不知道。大厨，我花钱请你来不是听你说教的，我要学牛排。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吗？好吧，那我现在教你怎么做牛排。怎么了？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，谁欺负你了？也不算是欺负吧，我的好日子可能要到头了。好日子到头了？怎么回事啊？你工作不是好好的吗？快要失业了吧？失业？你开玩笑吧？什么情况？就是说以前坐我位置的那个女人回来了，我可能要把位置让给她。凭什么呀？哦，他以为他谁啊？哦，他回来就让你给他让位置？你老板没什么话讲？妍希，做人不能太软弱了。当初他离开又不是你的原因啊，现在他回来了，让你给他让位子，哪有这样的事儿啊？我知道一句话，能者居上，我相信你不比他差。让你让位子。对了，你老板不会是和他有一腿吧？这个我不知道，不过他们两人之间有合同啊。合同？人都走了，还有什么合同啊？唉，反正一句半句说不清楚，有事情再跟你说吧。反正我要是失业的话，就找你蹭饭喽。你呀，不管你有工作没工作，我都会请你吃饭的。哎，对了，我知道新开的一家店，一会儿我们去吃好不好？好啊。棒棒的，我最喜欢美食了，么么哒。大厨，
味道怎么样？不错。何小姐，你虽然来学习的时间不长，但是很有悟性。这个牛排已经做得非常出色了。我从小学东西就很快，小小的牛排怎么可能难倒我？虽然你的技巧已经有掌握，火候也把握得很好，但是有一点你还是要注意：烹饪的真谛，不光是让人得到生理上的享受，更重要的是让人得到心理上的满足。只有你真心的想给一个人做好的食物，任何一种食材，你都会让它变得美味。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，但这些话对我来说都是废话。我只要知道怎么让牛排变得美味就好。怎么好久不见你来了？这是忙什么呢？也没忙什么，就是觉得老这么玩也没意思了。这结婚跟不结婚就是不一样哈。是。哥，你是不是有啥烦心事儿？看你怎么好像不太高兴啊？你连女朋友都没有，跟你说了也是白说。这一点我还是有自信的。你别看我没女朋友啊，有些事情啊，你们未必有我懂得多。不信你说来听听，我帮你分析分析。真的？真的。哎呀，我就觉得这个女人啊变得太快了，这翻脸就跟翻书一样。女人那变是好事啊，一成不变，墨守成规，那有什么意思？可是她不是变好啊，她是变坏啊。变坏？有多坏啊？他勾引男人了？那倒没有，他敢。那就没事儿，这只要不触碰这个底线，那都不算事儿。再说了，坏肯定有坏的原因，没有人无缘无故的好，也没有人无缘无故的坏，只要找到原因，那就解决了。你说的也对啊，可是他不肯跟我说，而且对我特别冷淡。那就说明啊，他没把你当成他的倾诉对象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你没有给他足够的安全感，所以他觉得跟你说了也没用。如果你对他有足够的安全感，那他不就什么都跟你说了，是不是？王丽啊，进来一下，来了，给我进去一下。这小子说的有道理。安全感。奶奶，我怕你等得着急，特意给你准备了水果沙拉，你尝一尝。苏小姐啊，真想不到你人长得那么漂亮，还这么能干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奶奶你都没有尝就夸我呀？你再等一会儿，我的拿手好菜马上就来。好好好。奶奶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啦！来，坐下。怎么了？今天呢，有人给我们烧好吃的。哦，贺锦熙又学新菜了。他呀，出去了，说今天晚上不回来吃饭了，甭管他。那是谁呀？苏小姐啊，今天亲自下厨露两手，你也尝尝她的手艺。他呀，他做的饭能吃吗？苏小姐的手艺肯定会不错的，你尝尝不就知道了吗？我不吃了。你干什么呀你？人家好心好意的给咱们烧菜，你怎么着也得客气点啊！人家毕竟是客人。客人？您还不知道他到我们家来到底安的什么心呢？你不要以为人家对咱们好就是有所图啊！奶奶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反正我觉得他有问题。我看你是多想了。西城回来了，正好我也准备好了。奶奶，这份是你的牛排，怕你肠胃不好，所以做的7成熟。好。妹夫，这份是你的5成熟。哟，对我的口味挺了解嘛。怎么说话啊？那个我是听我表妹说的。奶奶，你快尝尝吧。好，尝尝。
怎么样？哎呀，这味道真好，跟外面大厨做的没什么两样啊。奶奶，只要你喜欢最好。好吃你就多吃一点。哎，好。吃啊！多你，妹夫，你怎么不尝一尝？我只吃贺锦熙做的牛排。苏小姐，你别介意啊，他呀说话就是这么直，他不吃啊，我吃。哎呀，这牛排做的真好。果然是一醉解千愁。早知道喝酒的感觉这么好，我早就把你约出来喝酒了。切，就你这小酒量啊，喝一点就成这样了。你看不起我是不是？好，今天晚上不醉不归。来，还不醉不归呢。有本事咱们一会儿你跟我去酒吧。去就去。酒吧我还没去过，正好，今天晚上我就去看看酒吧到底长什么样。OK， 来，扫完杯中酒，转场去酒吧。看，我大，你喝。你怎么可能会比我的大呢？我对呀，你看，我也是嘛。我比你大，我一比你大，喝吧。来，我陪你一个。给我来一杯长生不老的灵药。什么是长生不老的灵药啊？要不我们也喝？我这里给。服务员，这里2杯长生不老灵药。这么晚了，去哪儿了也不接电话。妹夫，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啊？对了，简溪这么晚了没回来，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他也没有跟我联系啊。但是他这么大人了，又不会弄丢的。哎，妹夫，你别出去了，说不定他正在回来的路上呢。她可是你的表妹，这么晚不回来，你不担心她吗？干杯！干杯！我的天哪，长得那么丑，还没素质。哎呀！真是的，什么人啊？
没事没事没事。妹妹，你们两个没有男的陪，寂不寂寞呀？去哪？老大请你喝酒啊，喝一杯再走吧。我们要回家呀，喝在哪哪就是家。来，喝，来喝一杯再走嘛。呀，妹妹。今天晚上所有的都是哥哥我来买单，来，陪哥哥喝一个嘛！来，我给你脸上是吧？真是。喂，贺锦熙。你在哪儿？这么晚还不回家？我们在先喝酒吧。什么？在酒吧？哎，有一群流氓！哎，让我马上过来。来喝一个。哎呀，起来一点！还酒！他妈谁呀？我干他！我去！你还敢动手？真是你！西城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啊！奶奶，没什么事儿。啊，刚才锦溪去酒吧了，我刚把她接回来。她到酒吧去了？锦溪人呢？喝了点酒，在楼上睡了。喝酒了他？那你身上这些血是怎么回事啊？奶奶您别紧张，刚才跟别人打了一架，这血是别人身上的，不是我身上的。你打了一架？怎么还打架了呢？刚才出去的时候还好好的。就是啊，锦溪也是的，这么晚了，一个人跑去酒吧，这酒吧是女孩子应该去的地方吗？奶奶，你也别着急，你看，幸好今天妹夫没什么事儿，天又这么晚了，要不让他先回去休息，明天再说吧。是啊，奶奶，时候也不早了，你也早点休息。我得上楼去洗个澡了，晚安。这个贺锦溪，他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他，奶奶，你别生气了，你要注意身体啊！气死我了！奶奶，要不你先回去休息，明天再说，好不好？没想到这个顾西城这么在意苏元熙，还要浪费这么多时间。不如把心思花在老太太身上，也许这样比较容易一点。如果有人在等他，拨弄他的头发，思念刻在墙和瓦。如果感情会挣扎，没有说的傻瓜，为什么要跑到那种地方去？今天还好是我及时赶到，要是下次你不在我身边，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呢。我心说话，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，剩不多也不少，还能忘。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喜欢浇花吗？我应该可以把自己找。我记得小的时候，我妈妈留给我唯一的印象，就是她浇花的身影。那个时候我们家里种了很多的花，我妈妈每天都会把所有的花浇一遍，
但是突然有一天，一次车祸夺走了我爸爸妈妈的生命。当时我特别恨自己，我恨自己太渺小，没有能力保护我的亲人，所以我长大之后告诉自己，一定要变得强大。只有强大了，才能保护我的亲人。每当我想起我妈妈的时候，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好，剩不多也不少，还能忘掉。这就是对她怀念和祭奠的一种方式。把自己照顾好。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，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。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。傻子，答应我，以后不要这样了。你和奶奶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我真的不想失去你们。我们的流浪到这儿刚刚好，趁我们还没到天涯海角。我也不是非要去那座城堡。奶奶，你昨天晚上一定没睡好吧？你别怪我表妹，我代她向你道歉，你千万别气坏身子啊！不会的。自从锦溪嫁到我们家呀，一直是个安分守己的好姑娘，我们都很喜欢她。可是这段时间也不知怎么了，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可能是因为她心情不好吧？心情不好？她有什么心情不好的？喂，小薇。哎，妍希啊，你没事吧？昨天那事儿跟谁呀？跟你什么关系啊？你现在在哪儿啊？你倒说话呀！你没事吧？喂。小薇，我突然又觉得自己有点晕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等我好一点再给你打电话啊。就这样，拜拜。哎，喂。切。奶奶，其实有些事情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。说呀。我和景熙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好。你跟他的关系不是特别好，为什么？景熙这个孩子从小特别爱玩。你说我一个做表姐的能不说他吗？那时间长了，他就觉得我多管闲事，和我生气呗。你管他是应该的，像酒吧那种地方，是女孩子能去的吗？那么乱。昨天晚上西城从酒吧回来，满身是血，把我给吓坏了。万一他要是出什么事儿，我怎么跟他死去的父母交代？哎呀，奶奶，你别动气，别动气，回头我一定说他，好不好？你告诉他，下回若是再这样，可别怪我不给他情面。是，奶奶。我出去走走。
你跟奶奶说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说啊。苏妍希，我当初真是小看了你。你勾引男人有一手。你胡说什么呢？谁勾引男人了？我本来是让你掩护我，没想到你跟我抢男人。怎么可能呢？当初我也觉得不可能啊，但现在这个就是事实。顾西辰他对你动了真心。从我进入顾家那天开始，你让我做的每一件事我都做了。贺锦熙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把妈妈还给我？等你离开顾西城，我自然会把你妈还给我妈？她不是你妈妈吗？她不是我妈。从她和贺振东离婚的那天起，她就不再是我妈妈。当初她不要我，现在想我认她。贺锦熙，离婚这件事你怎么能怪妈妈呢？她当初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，你不知道是不是？爸爸那么好赌，赌输了就喝酒，喝多了就打妈妈，那种生活让她怎么忍得下去啊？忍不下去，她就离婚，就带着你一走了之，把我留给贺振东。你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？贺锦熙，你太自私了。那你知道这些年我跟妈妈是怎么过来的吗？你跟那个女人怎么过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因为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。但是现在是你抢了我的男人，霸占了我的位置，是你欠我的。贺锦熙，如果不是因为妈妈，根本就不会站在这儿。你想要什么，尽管拿回来，不稀罕。事情都已经处理好了，酒吧里边那几个下三滥被猛力教训了一顿，现在躺在医院里边呢。你要是觉得不过瘾，等他们出了院，我再替你教训他们一遍，怎么样？不用了。那个酒吧谁开的呀？好像是吴东那小子吧？吴东？别人开酒吧，他也开酒吧。他那个酒吧什么人都去，你跟他说一声，让他别开了，否则我对他不客气。行。哎，西城，小嫂子看上去不是那种喜欢去酒吧的人呢，她怎么会出现在那种地方？他最近有些心事，问他也不说。那他现在怎么样啊？还好吗？没什么，就是喝了点酒，让他受点罪也好，这样他以后就不会出去乱跑了。会调教。常副总，顾总在里面。顾总有朋友在里面，可能现在进去不太方便。这份企划你帮我交给顾总了，我就不进去打扰了。我想这次他应该满意了吧？常副总，您没事吧？是有些不太舒服，你跟顾总说一声，我先回去了。那您快回去休息吧。妍希宝宝，你还没跟我说呢，那个男人是谁呀？长得好帅。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哎，我还没问你呢，你昨天晚上怎么回去的？昨天晚上，他手下的人带我回去的呀。不过嘴倒是挺严的，问什么什么都不说。宝宝，小宝宝，告诉我他谁啊？谁啊？好，我老板。你老板？我怎么觉得他对你不太一样啊？昨天还跑到酒吧救了你呢。其实昨天的事是个巧合。本来我老板给我打电话呢，是想跟我聊点工作上的事情，
结果没想到你接电话里跟他说我奶奶酒吧里出事儿了，所以特别巧，他就过来把我们俩给救了。是吗？反正我总觉得吧，他对你不太一样。你说你呀，你有一个那么帅、那么好的老板，你怎么就不早点介绍给我呢？要是能早点遇见就好了。你赶紧把这个材料给他送过去。好的，快去。哎，方叔，少爷，少奶奶呢？今天情况怎么样？少夫人出去了。出去了？啊，您去忙吧。哎。你在哪儿呢？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很快就回去了，不用担心我。早点回来啊。好。奶奶，我上楼了。玉成，过来一下。啊。好。怎么了，奶奶？最近这个贺锦熙啊，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我想跟你商量一下，不行的话，你们俩就分开吧。奶奶，您说什么呢？锦溪好好的，为什么要分开啊？你先听奶奶把话说完。我以前啊，也很喜欢这孩子，他乖巧、懂事、孝顺。可是最近我发现啊，他身上有太多的坏毛病了。现在想想看，他过去的所作所为啊，那全都是装出来的。奶奶，怎么可能是装出来的呢？锦溪本来就是这个性格。要是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那他现在的表现，你又怎么解释呢？啊，花起钱来大手大脚，到酒吧喝酒，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，要再这么下去，那我们顾家的形象可全都毁掉了。奶奶，这里面有些误会，等他回来，我跟他好好说说，以后就不会这样了。他要是出什么事儿啊，那也就罢了，可是他还牵连到你，让你去跟人家打架。那天晚上你要是出什么事儿的话，那你说奶奶可怎么办呢？啊！好，奶奶，您就别胡思乱想了。我顾西城能出什么事儿啊？这件事儿啊，全都怪奶奶，是奶奶没有给你选好这个媳妇儿。好在呀，你们俩现在还没有孩子，赶紧把婚离了。奶奶一定啊，给你找一个更好的。奶奶，您说什么呢？这好端端的离什么婚呢？就连他的表姐都说他读书的时候啊，就是一个很贪玩的人。什么？这些话是苏妍希说的？是啊，要是外人说的话，我还得要思量思量呢。那是他的表姐，能说假话吗？哦，我知道了。这要是外人说，我还可以考虑。要是这个女人说，千万不能相信。奶奶，这个女人不是什么好人，不能相信她的话。不能相信？哪有做表姐的在外人面前说自己表妹坏话的？奶奶，您有没有发现，自从这个女人来了之后，咱家就没太平过，而且是她来了之后，锦溪才发生的变化。那照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女人是另有所图了？这个女人一点都不单纯，而且居然有一天她跑到我房间去了。我估计锦溪是知道这事儿了才发生的变化。还有这样的事情啊？我是顾及到锦溪的面子才没有把这事儿说出来，没想到她先挑拨你和锦溪的关系。这种女人咱家不能留，明天我就把她赶出去。立成，你先不要这么激动啊！我看这事儿啊没有那么简单，这事儿呢就交给奶奶来办了。我知道该怎么对付这个女人。奶奶，听话，咱们再观察她2天，好吗？就2天。行。
成，你个王八蛋！居然这么袒护这个贱人，还想把我赶出顾家，简直就是白日做梦。你这次算惹错人了，我不但不会走，我还会想尽一切办法留在顾家，直到夺回我想要的一切，包括你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也是我的房间啊，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？顾城，你干什么？你没事了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行了，我答应你，以后不会再理他了。我顾西城除了自己的老婆，不会再跟别的女人有任何关系，行了吧？你跟其他女人有什么关系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锦溪，别闹了。谁跟你闹了？无聊。奶奶，你找我呀？哎，坐。奶奶呀，想跟你谈谈心。好啊。我呢有点私事啊，想问问你，不知道你是不是介意？奶奶，你这个话说的太见外了，我们都这么熟了，有什么事儿问吧。你现在有男朋友了吗？奶奶，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？我之前一直考虑学习上面的事情，所以没有交男朋友。哦，哎呀，你现在啊已经毕业了，也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。你看你长得那么漂亮，要求一定很高吧？我没什么要求，只要人好，对我好就行了。啊，那经济方面呢？有没有考虑啊？经济方面那就更没什么要求了。奶奶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哎呦，那太好了！我呢有一个远房侄孙呢，想介绍给你。他呢现在啊在大学当老师，长得那是一表人才，人也很好。家里的条件呢虽说不是什么大富大贵，那也算是个小康人家了。父母都是大学教授，标准的书香世家。我看你们两个倒是挺般配的。奶奶，我知道你为我着想，但是我现在真的没考虑个人问题。怎么？你是觉得我这远房侄孙配不上你是吧？不是，奶奶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奶奶介绍的人一定很优秀。哎呀，好了，行了，别说了，听我的。哪天呢，我安排个时间让你们俩见个面，你呀肯定会喜欢上他的。常志成，你是？你先回去看看，然后再期待。